大家好，依家身處於西貢，今日會行長山同泰敦，依家去等巴士。喺西貢坐94號巴士嚟到西貢戶外訓練營。喺出發之前記得 like 我呢條片同 subscribe 我個 channel， 記得撳埋個鐘鍵，下次出片會有通知。亦都順便代楊生溫馨提示：結伴同行，安全好多。初級新手適唔適合就要視乎佢嘅安全意識係點啦。沿住呢條樓梯上，依家12點19分。睇下幾時上到去。望到少少西貢內海，上到去會仲靚。哇！呢度幾靚。望到西貢市中心，馬鞍山，望到斬竹灣，呢座山係泰敦，陣間會上嘅。嚟到長山山頂，高165米。依家準備上泰敦。嚟到路牌轉右，往北潭涌方向，依家1點37分，繼續往北潭涌方向行，上到嚟轉左，呢度有條路係上泰敦嘅，依家喺度上，依家變咗梯級路，以前啲路好密嘅。望到雷打石，依家已行咗好多。呢度應該係泰敦嘅副峰。
穿過啲密林，就快到頂。嚟到泰敦嘅山頂，個姐姐好正啊！幫姐姐影返張相先。泰敦遇上大敦，我喺谷度見到啲谷友話推車一流啊！個躉真係好靚啊！哈！我唔知點解 AI 出嚟冇咗條褲咯，條褲啦喂！支標高處變咗木顏色不同。泰敦高317米，個姐姐跟住過嚟就係西貢千島湖、斬竹灣、馬鞍山。依家落山，落北潭涌。最後嘅靚景啊！依家變晒梯級路。終於落到嚟，依家去搭巴士，喺度等94號巴士出返西貢，旅程結束。